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4年的11月16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6篇，但以理书第4章28节到37节，马可福音12章第1节到12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基石。巴比伦国里面没有任何人可以解尼布甲尼撒王的梦，只有但以理的上帝赏赐他的智慧与能力来帮他解梦。其实这不是但以理自己的能力，只有上帝才是但以理的基础，上帝是他能力与智慧的基石。但以理是依靠上帝，也借着梦境提醒尼布甲尼撒王要顺服上帝。因为巴比伦国家的兴起是上帝所允许的，即将被砍除也是上帝所预言的。上帝是巴比伦国家的基石。但以理书第4章28节到37节，这些事都在尼布甲尼撒王身上实现了。12个月以后，当他在巴比伦王宫的阳台上散步的时候，他说：看巴比伦城多么雄伟，我用权势建立这城作为京都，以显示我的光荣和威严。他这话还没说完，天上就发出声音说：尼布甲尼撒王，你听，你的王权现在已经被夺走了，你要从人群中被赶出去，跟野兽一起生活，像牛一样吃草，共7年之久。以后你就会承认至高的上帝有权掌权人的国度，有权把国权赐给他所选择的人。这些话立刻实现了。尼布甲尼撒王从人群中被赶出去，像牛一样的吃草，受露水浸湿，他的头发长得像老鹰的羽毛，指甲像鸟的爪。王说：7年过去了，我举目望天，我的理智恢复了，我赞美至高者，把荣耀尊贵归给永生的上帝。他的统治永无穷尽，他的主权代代相承。在他眼中，地上的居民微不足道，天使和世人都由他统治。谁敢反抗他的旨意？谁敢责问他的作为？当我的理智恢复过来，我的光荣、威严和王国的光辉也都复归于我，我的臣仆和官员都拥护我。我重新得到的权势比以前更大。现在我尼布甲尼撒称颂、尊崇、荣耀天上的君王，他的作为正直公平，他能贬低骄傲的人。也因为梦境的情况、预言都一一的实现了，因此尼布甲尼撒王就俯伏称臣在上帝的面前，因为他深知上帝是一切的主。耶稣基督以一个葡萄园园主和佃农之间的关系，来比喻自己被上帝的选民所弃。
但是他们却不知道耶稣基督那原主的独生子才是他们生命当中的基石，他们竟然把这个重要的基石给丢弃了。马可福音12章第1节到12节，耶稣基督这样说道。耶稣又用比喻教导他们，他说，有一个人开垦了一个葡萄园，周围用篱笆围着，在园里挖了一个榨酒池，盖了一座守望台，然后把葡萄园租给佃户，自己出外旅游去了。到了收葡萄的季节，也打发一个奴仆去向佃户收他应得的份额。佃农就着那奴仆殴打他，叫他空手回去。园主又打发另一个奴仆去，他们打破了他的头，并且侮辱他。园主再打发一个奴仆去，他们竟然把他杀了。他们又用同样的对付了许多人，有的打，有的杀。园主只剩下他最疼爱的儿子，最后他打发他去见佃农，心想他们一定会尊敬我的儿子。可是那些佃户彼此商议说，这人是原主的继承人，来吧，我们把他杀了，他的产业就归我们了。他们就抓住那儿子，杀了他，把尸体抛出葡萄园外。于是耶稣问，这样葡萄园主要怎么办呢？他一定会来杀灭这些佃户，把葡萄园转租给别人。你们没有念过这段经文吗？泥水匠所丢弃的这块石头已成为最重要的基石。这是主的作为，在我们眼中是多么的奇